林振昇議員。係，多謝主席。咁嗰個公民科考察嗰度呢，我想了解下，即係有冇統計過一個數呢？就係呢啲學生呢係第一次係返內地嘅呢。即係如果係即係如果唔係因為呢個公民科要考察，佢可能就唔會攞回鄉證啊，唔會返內地啊，甚至係即係家長都未返過內地嘅，即係佢都係因為參加呢個公民科嘅考察。咁啊，先至係去攞回鄉證，第一次返內地。咁如果有嘅話，即係呢一啲學生，即係我哋事前會唔會係多一啲準備俾佢呢？即係介紹多啲即係內地嘅情況啊，等佢即係有一個更好嘅體驗，同埋佢返嚟之後呢，都有冇了解下佢嗰個感受啊、體驗啊，即係以至日後佢哋係咪即係再有興趣去內地再發掘多啲嘢呢？咁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呢，就係依家嗰個考察呢，其實就大部分呢都係去大灣區嘅。咁但係呢，就之前呢嗰個公民科嘅文憑試呢，就其中一個呢，就係話有40%嘅學生呢都答唔啱大灣區嘅城市嘅。咁啊好似有少少諷刺。咁啊即係當然啦，呢個係即係除咗基本知識之外呢，最重要都係培養學生嗰個喺感情上，即係熱愛我哋嘅國家，關心我哋嘅國家。咁所以即係除咗話頭先嗰啲成果展示之外呢，仲有冇一啲量化嘅指標，我哋可以追蹤嗰個成效，以至我哋若干年之後呢，睇到呢個考察科呢，就真係達到一個成效呢。多謝主席。係，唔該，局長，兩個問題。係好，第一個問題呢，就係有冇統計第一次返內地嘅同學嘅數目啦？我哋就冇特別呢，就係去統計，但係呢，譬如我可以分享嘅呢，就係我哋嘅非華語嘅同學啦，我哋嘅特殊學校嘅同學啦，其實佢哋真係好大部分、絕大部分都係因為公民科呢一個嘅內地考察呢，而能夠係返到內地去即係有呢一個嘅考察交流活動。咁所以呢，而且呢，佢哋返嚟之後呢，嗰個嘅感想啊、分享啊，都係非常之令人感動。咁所以呢，陣間如果有機會呢，我哋都即係可以呢，其實我哋都喺個文件附件裏邊都有一啲嘅QR code 呢，大家可以 scan 入去呢，係睇一睇有一啲短片嘅，即係大家都可以去睇下佢哋啲分享嗰啲學習嘅成果。我哋不時呢都會將呢啲短片啦，因為呢譬如非華語嘅同學啦，或者係嗰啲嘅特殊同學呢，佢哋未必會係用呢一個文字嘅方式去展示佢哋嘅學習嘅感受。但係呢係好能夠呢真情流露。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啲確實亦都有一部分呢係一般嘅同學，佢哋都係因為公民科呢第一次攞回鄉證。咁呢個呢，我哋每年都係見到有即係有呢啲嘅同學啦。咁而第二個問題呢，就係話係同學呢，係雖然我哋28條線路有18條都係喺大灣區。咁當然啦，嗰個即係我哋成個課程呢，係包括含有知識啦、能力啦、態度啦嘅培養啦，考察學習係希望佢哋去體驗啦。咁所以呢，我相信呢，即係話佢喺個考察過程裏邊會集中咗喺嗰個點裏邊，我哋可能要佢考察嗰個文化歷史啊。咁喺記背熟呢，我哋大灣區城市嘅名字呢，可能就未必係呢一個即係。不過呢樣嘢我哋都可以即係提一提啲同學，有啲嘅常識呢，我哋都可以係加強。唔該，主席。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咁啊，新港學童面對嘅挑戰，其中一個就可能英文啦，或者寫繁體字啦。咁即係特別係寫繁體字，可能基層嘅新來港學童啊，或者人才子女咧，都會面對嘅。咁當然俾佢用簡體字咧，亦都唔理想啦。即係寫得快啲，又唔係咁公平啊。同埋佢長遠喺香港都係要認識呢個繁體字嘅。咁所以即係教育局有冇啲咩指引，即係俾學校可能即係有2-3個月嘅過渡期。咁期間呢，就係可以集中提供多啲訓練俾啲新來港嘅學童啦，去學習呢個繁體字。即係雖然我知道嗰個津貼計劃裏邊都有嘅，但係有啲學校可能未必將個資源擺喺呢度嚇，又或者係可唔可以委聘一啲外間嘅非牟利機構啊，去集中喺呢方面提供多啲支援呢？咁第二個呢，就係即係自從係實施咗嗰個居港滿2年先至合資格
去申請嗰個資助學位課程咧，就即係會唔會之後咧都有啲人才子女咧係譬如可能喺中四嘅階段咧就會多咗係插班生咧？咁當然依家就好似乎有啲唔係好平均啦，即係坊間認為嘅一啲名校咧就比較多人去排啦。咁所以即係局方有冇估算過，即係未來可能3至5年究竟有幾多人才子女會係做插班生？咁會唔會都有啲係統一啲嘅機制？就住佢哋嘅意願啊、居住地點啊，或者所有嘅學校剩餘嘅學額等等嘅綜合嘅因素嚟到即係分配呢啲學位俾佢哋咧嚇。多謝主席。副局長。好啊，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兩方面嘅提問。關於嗰個即係適應方面咧，咁議員有提到嗰個繁體字嘅學習啦，冇錯嘅，即係無論係學嗰個背景咧，佢哋嚟到香港都係需要學習繁體字，以便咧係嗰個溝通傳譯啦，同埋融入香港嘅社會。咁當然，正如剛才林議員都有講到啦，如果即係新嚟到香港嘅學生，佢哋咧暫時都未係熟習到繁體字咧，學校咧係會提供一個適切嘅支援啦，即係喺個短時間上邊過渡期嗰方面咧係可以照顧到同學嘅需要嘅。咁至於即係涉及到係一啲平日嘅可能係測驗啊，或者平日嘅練習咧，咁係唔係去到會容許同學用簡體字去作答咧？咁老師係會有個專業嘅判斷嘅，當然都會係即係去按住考評嘅目的啦，同埋內容啦，以及咧即係校本嗰個教學嘅實況咧，係作出一個決定。即係例如咧，學習同埋考核嘅重點係啲乜嘢啦，或者係嗰個評估嘅重點係啲咩咧嘅因素咧，都會係去到考慮嚇。咁而學校亦都繼續需要咧係透過即係佢相關嘅渠道，讓到家長咧即係明白到，亦都咧係了解學校嗰個嘅評估嘅理念啦，以及安排。咁而我哋亦都即係有透過即係提供唔同嘅學習資源，例如係由從簡入繁嘅繁體字學習資源咧，係幫助同學去到認讀啦，同埋書寫繁體字。咁呢個喺個不同嘅一啲中文輔助學習嘅材料方面咧，我哋都有提供俾學校。當然喺頭先有提到一啲啟動課程啊，或者我哋俾學校一啲嘅即係校本嘅一啲津貼支援計劃嘅津貼咧，咁都可以即係學校係作一個靈活嘅運用咧，幫助同學咧即係去盡快適應到一個日常溝通嗰個嘅語言啦，同埋即係相關繁體字方面嘅學習。至於即係插班生嗰個嘅安排嗰方面咧，正如頭先我都有提到，我哋而家嘅學位安排資源服務咧，已經由過往嘅即係小一去到中三咧，係延伸到即係小一去到中六都有。咁包括即係高中嗰個階段咧，我哋都有提供個支援服務。咁喺嗰個插班嗰個名額方面，整體嚟講咧係我哋睇到係足夠嘅嚇。如果有需要，亦都會同即係學校即係有一啲即係剩餘嘅班房嘅學校都會有個溝通咧，可以去增加一啲嘅插班生嘅名額。咁最緊要就係需要去到插班嘅安排嘅同學，咁佢哋如果有需要都可以即係去直接同我哋嘅區域嘅教育嘅服務處去做一個聯繫啦。咁當然另外一方面咧，即係因為議員有問到就話究竟我哋個評估即係喺唔同年級嗰個嘅即係插班個需求學位嘅需求係點樣？其實咧，我哋一路都係鼓勵學生係盡早一啲嚇，即係嚟到香港去接受教育啦。即係如果佢有意去嚟到香港嘅話，其實早一啲嚟咧，即係就會喺個適應方面，亦都會更加去容易一啲。咁我哋繼續會去留意住，即係嗰個學額供求嗰方面嘅情況咧，有需要亦都會去作一個嘅調節嗰個嘅學位嘅供應。多謝主席。